南韩公调处发动第二届行动，逮捕总统尹锡悦，成做南韩史上头一个防逮捕的现任总统。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2027年开始禁止所有中国车硬体跟软体进口来美国，川普就任会继续推动。中国媒体发布影片，讲有访问土瓦鲁的民众，讲甲台湾建交无好处，结果经过调查，拢是中国请来演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中国的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最近有发布两部影片，讲有去南太平洋的国家土瓦鲁访问真侪因遐的国民，拢真赞扬中国的文化，讲要甲中国来建交，才会当有大发展。咱国土瓦鲁的大使林东兴嘛表示，这影片内底人应该拢是中国挑工安排，是中国请来演员，批评中国就是咧破坏台湾甲土瓦鲁的外交关系。土国政府跟民众不仅不认同影片中所陈述的错假讯息，也十分唾弃中共透过官媒指鹿为马、操弄假讯息的卑劣伎俩。咱国驻土瓦鲁大使林东兴接受公司时讯的访问，伊谴责中国想空想胖，要破坏台湾甲土瓦鲁的邦谊。因为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外籍国际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两个影片，讲访问几个土瓦鲁的居民，因对镜头学了中国文化，佮讲甲台湾邦交无实质的效益，甲中国建交才会当促进发展，嘛配合中国的讲法，引用人大第2500号的决议。According to UN Resolution 2758,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largely symbolic. 土国人口十分有限所以说他们几乎是认得每一个人，他们是刷脸的。所以说，根据土国的政府自己的调查，在里面4个受访者里面，实际上有3个是疑似应该是吉里巴斯人。那目的就是要透过认知作战，来误导各界对台土关系的认知，那进而破坏台土的外交关系。林东兴大使讲影片内底的人，那像是中国找其他国家的人来扮演的。佮讲土瓦鲁政府真关心中国的举动，已经随出来陪会。其实中国这几年透过投资、提供援助计划等等的方式，一直咧扩大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嘛持续扰乱咱国伫咧南太平洋的3个友邦土瓦鲁、马绍尔甲帛琉。学者认为讲，拄着外交部长林佳龙以总统特使身份带团去帛琉出席总统会述人就职典礼，这波宣传是真有目的性。中国积极要插旗南太，除了要剥夺台湾的外交空间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牵涉到中国跟这个美欧西方国家的这种大国的竞争。学者分析，太平洋岛国的资源丰富，在地缘政治是大家小济要爱的所在。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之下，有重要的地位，加做美国甲中国竞争的另外一个战场，嘛是美中台关系焦点。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到5年前，在中英大学马来西亚的查某大学生去互凶犯牛玉志用扫吹暗棍拔气杀害，1审加2审拢是判伊死刑。不过上诉到最高法院，因为认定其中的性侵杀人这条罪事证有冲突，发回定审。如今经1审出来，维持死刑判决。一个姓曾的查某大学生，为马来西亚来台湾读中英大学。5年前，去互一个查甫人牛玉志用扫甲暗棍套掉了后，甲性侵，钱嘛甲摕走，甚至甲杀害，甲尸体弹掉，互以性侵杀人、爆杀尸体、性侵未遂这3个罪，分别互判死刑2年，还佫有2年10个月徒刑。专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性侵杀人罪撤销发回定审，其他2条罪定刑。牛玉志入监服刑，再去经1审宣判，牛玉志透过视讯听审，互判死刑，终身褫夺公权。等待落单的女学生经过，并且事先准备好麻绳供犯罪之用，因此法院认为他有直接犯罪、直接的杀人故意，手段非常的残酷。是杀人要偿，这个死刑是我诉求的，所以我满意这个判决。3年前1审判牛玉志死刑，家属认为有符合期待，经1审的判决出来，家属无佮回应。这个案除了案情受到社会关注，嘛是实现限缩死刑了后头一件死刑的判决。高雄高分院法官认为讲，这个案件有符合相关死刑的条件。
也是有给我们准则的，所以法官在判决里面也谈到了，第一个他是直接的杀人故意，第二个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有符合的最严重的犯罪情节。真正这个案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时阵，性侵杀人罪方认为事件甲判死刑的理由矛盾，嘛无完整鉴定嫌犯，无矫正教化可能，所以驳回定审。高分院回应讲，经一审相关的事情已经有补件，相对经一审判决的结果，死者家属的委任律师认为讲，伊无法度代表这个女大学生因爸母来发表看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某一个国中标出讲，提过书读奖的校长对代理教师霸凌，这教育局调查认定讲，这霸凌无成立，和各受害者是无法度接受，出面来开记者会，公开这霸凌的录音档。教师团体嘛出声甲小天，讲因应该搁再检讨校长到底敢有失真，嘛要改善这调查的程序，保护教师的权益。其实我都认为我自己算是蛮敬业的，可是他却用言语的威胁我说他有人事权、裁量权。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我真的让我很恐惧不安。后伫控诉和新北市某国中校长霸凌状况，受害代理老师王老师出面召开记者会，也过伫封闭的教育体系担任告密者有关爱挂乌目家帽报案案，佮公开为去年2月到4月之间，和校长连续霸凌的行动。你们没有反省自己的能力，所以你才会长这样啊！你才会在会议上我在讲话，你也在讲话啊！你没有伦理啊，还要我出声来骂你啊！他其实的言语就让我一直很不舒服，我常常很害怕。然后到学期末的时候，我都一直过得很提心吊胆的生活。我只希望说可以重新审核这个事件，然后让他有更公平的处理措施。王老师指出，家己向新北市教育局提出申诉了后，虽然先就校长情绪管理无好的部分记小过，也不过经过4个月的调查，煞认定霸凌无成立。报告内容以校长的讲述为主，等于是对受害者造成极度伤害。教师团体也呼吁相关单位要重新检讨校长的失任性，佮完善调查程序，以保障教师的权益。许多的老师，他是以实名的方式向我们举报。这位校长不仅在现在这所任职的学校有霸凌同师的情况，在之前服务的学校都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教育局对于职场霸凌零容忍，绝对依法秉公调查，绝不宽待、不偏袒，也报请教育部废止师铎奖获奖资格。后续会密切关注，辅导校长采取正向领导管理方式。新北市教育局指出，已经报请废止这个校长的师铎奖获奖资格，佮会继续关注这个校长甲同仁的互动。另外，对霸凌调查结果不好的部分，会当以职业安全卫生法提起救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先来看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戒严风波。公寮处今早起是发动第2届逮捕行动。尹锡悦嘛，正做是南韩史上头一个被逮捕的现任总统。因为讲到目前，尹锡悦是因为弹劾案来停职。那照南韩的宪法法定，这大法官大概9个人，爱7个人以上才会当来审，有6个人以上的赞成，才会当来通过这个弹劾案。原本3个大法官即马任期满已经退下，代理总统嘛已经同意补2个起立达成条件。不过，刷来嘛换另外2个大法官任期阁要满，这外界嘛咧要讲，这弹劾案可能会来提早审判。时间若通过，马上罢免，60天以内就来办总统大选。若无通过，这尹锡悦就当恢复这总统的职务。不过，另外一方面，这尹锡悦嘛可能搁再出招，讲若这段期间有去要用叛乱甲滥权的罪名来起诉。这宪法法庭就可能暂停来审理，用起诉来保掉伊的总统身份，等到2027年才来办总统大选。
由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感情公调处、加上警方加国防部所组成的123戒严联合侦查组，当地时间15透早4点20分左右，来到温石湾位于秀丽市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舍。第一出示逮捕令，并且经过3道封锁了后，早起10点33分，搁再执行逮捕行动。温石湾也决定配合执行人员离开官舍，随后伫警卫车隔壁的10点53分左右，来到公调处大楼。伊伫被逮捕进前，事先有落谈话，指控逮捕行动不合法。南韩司法体系彻底歹去，伊是为了避免更加侪浪费冲突，才决定告全大局个案说明。 이렇게 불법적이고 무효인 이런 절차에 응하는 것은 이것을 인정하는 것이 아니라 불미스러운 유혈 사태를 막기 위한 마음일 뿐입니다. 为了防止一月初3头一摆逮捕不讲理会情况搁再发生，南韩警方一摆派出3000名警力，使用人海战术，甲官舍内底9号温室外的警力甲压制掉咧。另外，警方强制驱离集合伫总统官舍附近支持温室外的民众，双方也发生小规模冲突。温室外15正侪南韩现情史上头一位遭到逮捕的在任总统。不过，伫16月谈话中，伊强调，伊对南韩的未来永远是充满希望。 칠흑같이 어두운 시절이지만 이 나라의 미래는 희망적이라는 생각을 갖게 됐습니다. 温室外毕业了后，南韩执政的国民力量党随着开记者会，大大批评在野党，讲过去这段时间甲国家物价当天覆地。 체포를 위한 체포인지 지난 2주간 온 나라를 이렇게 뒤집어 놓은 게 도대체 누구를 위한 것인지 温室外去年12月初3颁布紧急戒严令，伊搁伫大约6点钟了后解除，引发政治无稳定。检方随后以叛乱甲乱用权力的嫌疑对伊立案调查。国会是经过2摆表决通过温室外的弹劾案，伊随遭到停职。了温室外3摆拒绝出席公调处团员调查，最高向法院申请对伊的逮捕令甲收查令。伊有逮捕令后了只有48点钟，公调处随开始调查程序，并且准备200多页的问题。 不过，由指控范围真大，调查无法度确定是毋是法度伫15日完成。调查结束了后，温室外会被移送到首尔拘留所。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那讲到澳洲，是对去年10月开始，真侪海岸边是拢会当看到一粒一粒白白个乌乌的怪物件，叫海水呛起来。官方是赶紧下令封锁，赶紧来送检。 结果检出来，可能就是咱人利用的这化妆品、清洁剂、粪扫甲废水，这物件加做伙所造成污染。 澳洲即马是热天度假高峰期，当年拢吸引真侪游客来享受辽阔海岸线、温暖的海水甲水上活动，也毋过则是说来包括有名的万里海堡、伫外爱海堡在内的9个海堡，风下令关起来，禁止游客落水游泳，因为伫海堡发现真侪白色是捕食甲玻璃珠啊差不多大小是更加大的不明球状物体，风冲上花。当地政府表示，因已经收到环保单位的通知，协助采集样本化验，而且北部海堡议会。 也当咧安排清除这个物体，佮扩大检查其他海堡，敢是也有一寡互沙看到的不明球状物体。 We're waiting for the EPA to tell us what's actually in the bulls and whether they're safe or not. So yes, at the moment we're trying to keep everybody as safe as possible, keep them off the beach. But it's such a beautiful day today, so I can totally understand why most people want to still come down to the beach. 去年10月，也有像高尔夫球大小的球状物体出现伫雪梨的旅游胜地邦达海堡甲库吉海堡。虽然这个不明球体具体来源无法度确定，也毋过检验了后发现是脂肪酸，类似化妆品甲清洁用品的化学物质，甲人类的头毛、喷顶、废水混合物，推测真可能是甲下水道有关系。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 镜头换来看，美国南加州的火烧山是烧几礼拜，佮愈烧愈宽，一天就烧掉24公顷，到大已经造成25个人死亡。不过，伫咧火烧山的范围内，有一个信托基金的2间博物馆，即个是拢无去损失掉。那这规栋建材拢是用防火所起的，连边要种的这花草嘛，拢有讲究。来看咱的详细报道。 画面内底是马里堡海沙堡的解体别庄博物馆，初七暗时啊，去太平洋佩里塞州大火包围的景象。
虽然博物馆下骹4块位的树啊、甲建筑物拢已经烧了了，不过这间白庄敢若小可改掉尔，主要的建筑物也是好好，内底珍贵的艺术品是完全无起价，拢好势溜溜。Last thing we would try and do is move them out en masse, on the eve of an event of this sort, and that's why we have taken such care to make sure that the galleries themselves are actually pretty much the safest place for a work of art to be in the middle of a fire. 解体信托基金的执行长，以大火炭烧的路线顶悬，伫 UCLA 附近的解体中心做例，互路透社的记者来采访，记录因的建筑物会当咧火烧的原因。We are surrounded by vast expanses of white travertine marble. This was chose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te not simply because it's beautiful and Italian, but also because it is highly fire resistant as a construction material. 规个伫布伦町5德街区的12栋建筑物，景观设计风格是真简单。遮种的树啊、甲草啊，是便若拄着火烧，就会随烧了了。也若另外一种是像橡树木这种的，树身内底有大量的水分，互火袂继续炭。另外，园区也阁有泉水的系统，内底有上百万加仑的水。便若当局发布红旗警告，解体中心泉水的系统就会随开开，甲涂骹全互dam湿，火就无法度炭过来。也若厝顶是会当防止火烧的石板。壁是强化红毛涂，甲防火建材，也阁有自动的防火门。便若着火，就会甲火限制伫咧一定的空间内底。所有的门旁拢会搭伽马式的空调，也若内部的空调系统嘛会增加压力，阁会按轰炸等等的措施。这系统性的物件，外口的火粉甲火场的火灰、微粒仔都袂走入来。也若室内嘛会当空气再循环。Within fewer than 10 minutes of the fire breaking out, we had changed the air handling system so that no smoke would get into the galleries. We had shut off the dampers. We started sealing off the galleries. 另外，伫火场顶悬一只拍火的火轮机，会夜粉红色的粉落来，这嘛互外界真好奇。加州消防局解释讲，这是火烧山专用的助燃剂。内底成分有水、磷酸铵、甲铁氧化物，伊的作用包括增加地表的湿度，甲氧气甲较会导火的气体继续开。也若铁氧化物是会当互助燃剂变做是真明显的红色或者是粉红色，消防人员一个看就会当知影这个所在已经有野过啊。一般对人体是无败害，不过英国也有研究，伫助燃剂野过的所在，遐水源验出重金属、铬甲镉，可能会对水底动植物造成伤害。也若剩的有铁的成分的物件，若无清理好清气，嘛会造成汽车或者是其他的物件生产的问题。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拜登落任进前最后一击，讲因为顾虑到国家安全，对2027年开始，要禁止所有中国车硬体甲软体进口来到美国。若是有其他国家的车有用到中国设备的，同款拢总要禁，而且嘛禁止中国车伫咧美国做自动驶车相关的机器，相关的程序嘛会交予川普就任继续来推动。拜登政府伫落任之前通过一项中国汽车软硬体禁令的规定，会有效禁止强要所有的中国汽车甲卡车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商务部的部长雷蒙多表示，这是以国家安全做考虑，无希望200万架的中国汽车上路了后，才意识到美国面对威胁。另外，美国商务部目前也当地考虑对中国制造的无人机采取类似的管制。伫禁止中国汽车甲卡车进入美国市场这项新规定出来进前，美国政府才伫去年9月，为着保护美国无受特定国家连接网络汽车技术的危害，尤其中国汽车制造商想要主导全球联网汽车的市场。美国提出禁止来自中国甲罗西亚的联网汽车硬体甲软体，其中软体禁令会对2027年的车款开始生效，硬体是对2029年生效。这个禁令也不准中国汽车伫美国车路顶面进行自动驾驶的测试。总统拜登13伫国务院发表最后一届外交政策演讲的时，针对甲中国伫咧抢全国经济强权的这个战争，表示美国袂甘愿做第二。It was inevitable that China's economy would surpass ours. According to many predictions, that would happen by the year 2030 or shortly thereafter. But we in this room said no. If we make the investments in ourselves, we protect our workers and technologies, that will not happen. Now,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redictions, on China's current course,
They will never surpass us. Period. 上尾版本会等特别上任的川普政府来确定。另外，后任的总统川普14表示，会伫宣誓就职的迄天成立新部门对外税务局，负责收来自外国的所有关税、税费甲收入。伊伫社群媒体表示，透过两者无力的贸易协定，美国经济为全球带来成长甲繁荣。同时间煞对家己扣税，会对迄寡透过贸易对美国这边趁钱的对象收合理的费用。中国是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会面对甲美国的贸易紧张的情势变严重的情形。根据路透社对64名经济学家所做的调查，中国2025年国内生产总额的成长可能放慢到 4.5%，2026年进一步放慢到 4.2%。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澳洲正正宣布讲要禁止16岁以下学生使用社群媒体，即马印尼嘛讲要照办。另外一方面，美国是对1月19开始就要禁用 TikTok， 结果所有真侪美国用户双走去改用中国的小红书，来甲中国的用户来开讲，批评美国政府来表示因的不满。澳洲国会去年11月底通过法案，禁止16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希望避免学童沉迷网络，降低危害儿童身心健康风险。我近的印尼目前传出有异地例子，佫先伫官方 YouTube 频道释出同性部长甲总统讨论相关议题影片。Sebetulnya ini masih nanti ya kita inginnya kita pelajari dulu betul-betul, tapi pada prinsipnya gini, sambil menjembatani aturan yang lebih ajak, pemerintah akan mengeluarkan aturan pemerintah terlebih dahulu. Gitu sambil kemudian kajian yang terkait dengan perlindungan anak lebih kuatnya lagi. 哈菲德无透露，细汉的年纪定伫几岁，不过根据调查，印尼2.8亿人口中，网络普及率约8成，年纪22至27岁人群中，网络普及率更加达到87%，有约半数12岁以下儿童会当上网，所以有关当局认为加强管制是袂当等的。不过，伫美国，就算TikTok 19封禁用的期限未到，用户也是会当家己找出路。最近2天以来，都有70多万人约伫中国的小红册。一礼拜，小红册伫美国的下载量年增超过2倍，比前一礼拜成长194%。一个叫做 TikTok 难民抬杠式，拜一就用伫5万多名美国甲中国用户开讲。As I sit here and record this video with everyone staring at me, it's okay because I'm one of the TikTok refugees and I'm used to this.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welcoming us to this app. 小红册就像 TikTok 甲 Instagram 的综合体，真受中国少年人的欢迎。每个月大约有3亿用户，真侪新加入的美国使用者，主要是借机会对政府的管制表达不满。We as an American public feel so very silenced and ignored that this right here is our opportunity to really just shove a middle finger up in the air and go, no, we don't like this. You didn't listen to us. TikTok 服务公司立即跳动另外一个应用程式小红册 Lemonade， 也有用户增加的现象。虽然这个中国社群平台拢对美国用户天开社区表示欢迎，不过因对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都有审查机制。公司新闻张回斌编译。中国过年全世界上大阵的人口流动，这春运就要正式开始。逐月车头拢是人客人，这官方估计，敢若是第一天的运量，都达到1亿7千万人次这么多。送行李也是赶大包小包行李的民众，陆陆续续来到北京车站，也免2礼拜就要过年啊！因讲是地球上上大人口移动的中国春运，就是正式来开始。对北到南各大城市的火车站，拢会使看到赶紧的回乡过年的民众。当局估计春运头一天，包含铁公路甲航空运输，另外流动量会达到1亿7千万人次。其中对内蒙的海拉尼来回广州北分的列车，橫跨南北11个省区，全程超过4400公里，爱坐63点钟15分这么久。这是中国这阵运行时间上长的春运临时列车。还挺好的，回到家乡看家乡也张灯结彩的。北京现在也开始了，挺漂亮的。虽然经济放慢了，但是我想国家有国家的考虑，咱老百姓过好这日子。再就是现在咱国内这么平安是最幸福的，老百姓最幸福就是这个事儿了。希望经济好起来的话，我就更好找工作，我就不用后面再研究读博什么的了。然后经济好起来的话，我爸他们奖金也不会减半了。
中国今年春运期间拄好经济放慢，才拄行出3年疫情封控的低点，伊阁受到房地产危机的冲击。虽然去年出口贸易顺差年增长是21%，是经济成长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会面临新关税威胁，中美贸易前景充满无确定性。原来最近几个月来，有关当局推出一系列包含降息再刺激的做法，不过到即阵为止，成果也真有限，民众收入也伫咧大大来减少。尽管经济前景无好，这个年也是爱过。有关单位有计，过年前乘客上最是伫1月25，过年了后，会场的高峰有计是2月初4、3月初7。春运40天期间，全中国总人员流动量达到90亿人次，有希望再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